大家好啊，又返嚟我個 channel 啊！呢個係香港大學系列第五輯，香港浸會大學。浸會大學咧分兩部分，兩個校園嘅，一個就善行校園，係舊嗰個校園啦，1966年起好嘅。另外一個咧就係新嗰個啦，就係逸夫校園嘅。咁中間咧就浸會同埋聯合道分開咗嘅，但係中間都有條行人天橋啊，可以直去通過去嘅。咁我而家就帶你哋去行下浸會校園啦，Let's go！今日嚟到香港大學系列嘅第五輯，今日去九龍塘嘅浸會大學。咁我就喺浸會醫院嗰度入嚟嘅。咁浸會大學咧有兩個園區嘅，咁我去咗舊個園區先，去新個園區。咁呢個舊個園區咧，一入嚟咧有個文龍國寶啊，咁有好多盆栽睇。如果中意睇盆栽嘅人士咧，都可以入嚟睇睇。佢係啲中式嗰啲古董盆栽咯。呢度有盆栽嘅介紹，大家都可以嚟睇睇。好多嚟畢業典禮啊！今日應該係咪咧？有睇睇先。大家睇到啦，校徽嗰度已經有寫1956年，即係1956年成立嘅。啱啱行完畢業禮，睇幾多？有花添，好多花。我呢度就圖書館，咁佢新校舍都有圖書館嘅，舊校舍又有。舊校園咧就叫善行校園，佢咧喺1966年建成嘅，咁就90年都再重建。呢個圖書館咧就係1984年咧就啟用嘅，咁即係過年之前嗰個咧已經拆咗嘅啦。呢個係芳樹泉圖書館，亦都有個茶濟文科嘅大樓，呢個就茶濟文科大樓。今日咧要行畢業禮啊，所以咧特別多人，我都唔知啲。好得意喎！到畢業生呢個邵逸夫大樓啊，係大學保健中心，同埋咖啡，有間咖啡喺度。行啦，直行啦。因為呢度太多人啦，我陣間喺新大樓、新校園嗰邊咧，就介紹浸會大學嘅歷史啊。呢度影畢業相可以。唔知係咪係畢業禮咧，所以冇人檢查身份證喎。間大學都有嘅喎。除咗港大都冇。大學嗰度咧，畢業禮咧好開心啊！啲人畢業相，我諗近我以前大學嗰陣時，
畢業咧，畢業相咧都冇咁多人，好多個牌咧排隊影畢業相，有啲 slogan 咧攞嚟借俾你啲畢業相，不負韶華，自成光芒。呢個係語言中心，有啲學生事務嘅 notice 啦，公告。好，繼續行啦。咁你應該睇唔到人㗎啦，太多人。呢個山路嚟㗎。嗱，哇咁似公屋嘅呢個，有個天幕或者酒店啦，冇話公屋啦。有啲酒店都係咁嘅。哎呀，影畢業相好開心啊！真係恭喜佢哋啦！茶祭文大樓，好開心啊！呢度其實可以攞嘢食㗎，你睇攞咗啲咩食？有蛋糕啦，仲有嘢飲添喎，真係好有嘢食有嘢飲，食咗先，一陣見。食完啦，繼續行啦。好，入去另外一個洞天啊，別有洞天。哦，呢個有個教堂啊，當然啦，浸信會嘛，一定有教堂啦。嗱，呢個大學會堂，啱啱起好咗，好似叫大專會堂嘅，都係1978年起好嘅。咁起好之後咧，佢都會租借俾嗰啲演藝團體啊，搞下 concert 啊，搞下話劇啊，有表演嘅。應該嗰時係紅館咧，1981年成立之前咧，佢係一個比較主要嘅表演場地咯，係推動咗好多香港嘅民歌啊，嗰時民歌潮啊，係啊，即係好多民歌表演啊，或者演唱會啊，都係話劇都喺度舉行嘅，同埋啲民歌同大學 match 埋一齊咧，真係好有書卷味咯，同個氛圍啊、個 vibe 啊好相近。OK，先行上去睇睇。其實都差唔多行晒噶啦。咁我哋影翻嗰個大專會大學講大學會堂外邊，呢度冇人影喎，呢度唔使排隊喎，點解啲人唔上嚟影嘅？咁好嘅，呢度少人喎。啊，呢度少啲人好啲。OK，少人。我真係未入過大學會堂裏頭咧睇 concert 啊、睇演唱會嘅表演嗰啲。如果大家睇過嘅話，喺留言度打個一字啊，唔該晒。我呢度就出去窩打老道噶啦，咁行翻出去咧，冇得行嘅。我記得呢度有條路出窩打老道噃，我揾翻條路出窩打老道先。
向右手邊嗰條路出窩打老道，我哋要出翻窩打老道啦。俾個感覺咧，浸會嘅舊嘅校園咧，好密啊，好似你話佢冇設計又唔係，但係真係幾密咯。又原來出唔到啊，鎖住啊！好在近先冇由嗰邊上嚟啫，由頭等艙邊上嚟咧，一定係冇門釘。咁得意嘅，叫石田書店。哦，呢個擺 box 嘅地方嚟㗎，我以為都真係一個書店啫。呢個劇社物資嚟㗎，呂明才圖書館。呢度有個圖書館啊，但唔係喎，呢度都係擺 box 嘅喎，全部都係劇社啲物資嚟㗎。哦，原來呢度都有個圖書館喺呢度，應該幾舊下㗎，1976年嘅喎，呢圖書館，即係同頭先嗰個84年啦，都相差十即係8年啦嚇。最需要教堂唔入得咯，如果入咗去睇下都好，都幾中意睇下個教堂。睇下入唔入到嗰個教堂先。呢度呢個就出去啦。好大喎教堂，應該就係大學禮堂大堂，但係咧唔開放嘅，我都要走啦咁。係咧，翻查資料咧，善行咧原來係一個人名，咁佢叫何善行，係恒生銀行嘅創辦人嚟嘅。佢應該係大慈善家，所以每間大學咧佢都有捐錢咧，起咗啲建築物咧，起咗啲大樓咧，所以用佢個名嚟命名紀念佢啊！即係同邵逸夫、李嘉誠都一樣咯，都係大慈善家，所以個個大學都有佢嘅大樓啦，有佢冠名嘅大樓。聽到好多講普通話嘅人啊，即係好多畢業生啦，外地嚟。好啦，入呢條路我落翻去窩打老道啦，跟住由窩打老道咧就去翻新嘅校園。前面已經窩打老道啦，呢度係汽車入口處。我哋窩打老道咧搭車咧，成日都見到呢個大專會堂嘅外圍。咁我哋已經行啦。呢度有，亦都前面有個邵逸夫樓。大家睇睇，卓越創新培育傳人林子峰博士紀念堂紀念大樓啊！紀念大樓，林子峰咧就係創辦嘅校長嚟嘅，佢係嘉華銀行嘅創辦人。佢係由1959年做到71年，即係佢1971年逝世，所以佢做到即係做咗成10幾年校長咯。咁我見到其他大學咧都係做紀念嘅，冇浸會咧做得咁多嘅。浸會咧第二個咧做咗仲耐，佢第二個校長做咗仲耐，做咗成30年，叫謝志偉博士。咁佢都唔係，佢都係企業家嚟嘅。佢係喺澳門謝利園嘅創辦人嚟嘅。謝利園咧係間珠寶店嚟嘅。
即係話頭一兩屆咧做咗差唔多50年咧，所以咧浸大咧歷任咧只係得6個校長嘅。咁林子峰咧就係嘉華銀行嘅創辦人啦，1956年做到1971年首任校長啦。跟住謝志偉咧就係澳門謝利園嘅創珠寶店嘅創辦人啦，1971年做到2001年嘅。跟住吳清輝咧就教授嘅，係2001年到2010年。跟住陳新之咧教授嚟嘅，2010年到2015年。跟住錢大康咧，2015年做到2020年。跟住韋炳強咧就而家嘅校長咧就2021年做到而家啦。咁咧係頭兩個咧就係博士，佢哋咧都唔係教育界嘅，跟住嗰啲只係咯。呢度窩打老道咧睇翻上去，前面咧亦都好一個好大嘅招牌，藍色嘅。呢度或者要睇對面睇到嘅 HKBU 香港浸會大學個宿舍。好啦，我哋而家行去新嘅大學校園啦。好啦，嚟到香港浸會大學新校園，佢1998年咧落成嘅。咁咧，佢側邊咧就有條浸會大學道嘅。我先。呢度叫做逸夫校園啦，即係邵逸夫啦，即係無線創辦人嘅邵逸夫。咁嗰邊咧就係恒生銀行創辦人何少係命名嘅校園。呢度咧就係邵逸夫校園，即係逸夫校園。一入嚟咧就有個好大嘅圓形嘅中庭，咁一行畢業禮都係好多人，入到嚟嘅有冷氣係最好。好熱啊！呢度有個屏幕就 show 咗啦，呢基金捐錢嘅人啦、機構啦，咁攞嚟咧係多謝佢哋嘅。佢不停咁操作嘅，唔止係你行，見唔見到啊？好多版。獅子會總會區303區，即係香港區啦。邊陣嘅呢條走廊，因為香港係獅子會區嘅303區，喺世界各地嚟講。OK， 行咗下層先，一直行上層咯。咁啊，真係太多人畢業啦，所以咧無可避免咧影到佢哋嘅樣嘅，希望盡量減少佢出鏡啦。何說佢歐樹紅圖書館，1996年喎，1996年可能係個奠基石起兩年至到完成。出邊有個好大嘅草 stadium 咯，呢叫運動場咯。好過科大啦，科大咪好過嗰個咩教育大學啦。個運動場咧喺馬料水嗰邊。咁而家一路行咧就講下歷史先啦。咁香港浸會大學咧前身就係香港浸會書院，喺1956年成立嘅。咁咧頭先講過啦，林子峰博士咧係第一任校長，嗰陣時咧就有外語系啦、社會學系啦、數學
系啦、土木工程啦同工商管理嘅。後尾係1972年啊，係1968年就成立咗傳理系。嗰陣時咧就培養咗好多演藝界嘅人才嘅，無論幕前幕後嘅。目前有首先我等諗先鄭丹瑞，目前有鄭丹瑞嘅。幕後有關錦鵬導演嚟嘅。仲有邊個咧？仲有Mirror 嗰個 Tiger 都係浸會大學畢業嘅，不過佢就係文憑嗰邊啦。咁1972年咧就將佢改名為香港浸會學院。咁1983年咧就正式咧就成為資助學校。1994年咧就正式升格為大學。而浸會咧都係第一間咧喺香港辦學士嘅中醫課程嘅中醫學課程嘅學校嚟嘅。佢1999年咧就成立中醫學院啦。咁2001年就開辦學士課程嘅。咁佢同香港淨係佢啦，浸會大學啦同埋中文大學咧先有中醫學士嘅，大概第一間咯。因為香港中文大學咧就1980年代咧，中醫咧就 under 個西醫學院嘅，即係西醫嘅就冇列出嚟嘅。咁至去到2013年咧，至合併中醫學院，至有中醫學士課程咯。即係比浸大足足12年咯，足足少即係遲咗12年至有中醫學士咯。呢度有間好靚嘅咖啡啊！呢間西餐廳都有飯食。哇，咁好瞓喺度。呢啲服務間學校。哇！呢度唔得好嘈，我諗未必收到音，因為佢係做緊校內有工程。有間永隆銀行商學大樓，好少個有間銀行咧捐錢俾啲大學咯，有個大樓咯。1995年。原來仲頭先講完有關藝人咧，亦都黃翠兒咧都係傳理系畢業嘅。咁除咗藝人之外咧，亦都有啲其他嘅政治人物咧，即係林鄭月娥啊、陳馮富珍咧，都係校友嚟嘅。咁有學術界咧，有鄭婉華博士啦，係物理學嘅，係獲國家技術發明獎2等獎。潘烈文咧就生物系畢業嘅，佢係主導沙士同埋新冠基因解剖都有成就。咁中醫咧就陳永光啦。咁可能體育系咧就係陳敬賢啦，我諗大家都可能有聽過，係香港滑浪風帆嘅教練，以前都係亞運銀牌得主。亦都有個邱豪波啦，係社會工作學系畢業嘅。咁仲有原來咧鳳凰衛視創辦人咧都係校友嚟㗎，都叫徐子傑。有個咁嘅舒服 Open Hour。呢個搞 event 嘅地方嚟嘅。今日畢業禮又冇 event 搞。對面就學校宿舍咯。係個浸會大學。呢個馬賽克牆都好靚。嗰邊影啊有人啊。繼續教學及行政大樓對面係。你兜個圈啦。
應該冇嘢睇㗎啦，就係個紅興大樓。呢度九龍塘啦，嗰度綠色嗰邊咧，以前軍人住嘅，而家冇人住咧，真係瘦。哇！丟空咗咁耐就，好似好浪費喎。應該有人住啩？下邊草皮都有好多人影相。啊，有地方俾你傾偈戶外嘅，或者 discussion 啦。呢個應該聖經故事嚟㗎，好現代喎，創作嘅咯應該係。嗱，呢度冇人影相，其實個相逼埋一齊啫，大把地方影相，咁奇怪。哦，嗰、個方體文娛中心，哇！呢度好風靚。嗱，中醫學院大樓嗰度，終於有棟中見大學就見到中醫學院嘅大樓啦。但係前面嗰棟咧就係賽馬會師生活動中心嚟嘅。咁行翻呢度啦，呢度冇咁多人。希望個咪收到啦，收唔到麻煩。創意校園呢個係望落去，呢度賽馬會創意校園。呢度有個展覽，應該係職業就業展覽咯。啱啱畢業嘛。羅少棠書院喺呢度就冇好多新嘅捐款人明星，冇其他嘅大學咁熟口熟面。唔係喎，唔係就業展喎，係升學展喎，係唔同嘅大學喎，唔同學系啊。哦，唔係喎，係的，應該係環保嗰啲技術展覽喎。Creative Arena for Residential Education。好在有呢個新嘅大樓，唔係真係一定升格唔到大學。OK，行到去下邊地下睇睇。前面有鋼琴，呢度咧有啲座位咧，可以當係觀眾咯，可以當一個小型嘅表演場地嚟嘅喎，幾好喎。係一個好開放嘅表演場地添，仲係呢度有啲卡位俾啲同學仔休息啊，又有插數添。前邊啲小型課室咯，唔細，好似我哋上 seminar 嗰陣時嗰啲 continue education 嘅 seminar。呢個 gallery 大家今日冇展覽，如果有展覽呢度可能有畫展啦，或者視覺藝術展啦。
呢度有啲 studio 做 produce，係咪做音樂啊嗰啲咧？Production studio 係咩？有音樂練陶得音樂練習室，幾好喎！我都想翻去啦。咁但係幾好喎，即係個校園咧好自由俾你出入喎，冇人理喎。應該唔係畢業禮嘅關係啦，因為畢業禮應該淨係個課，淨係個大堂啊，或者畢業大堂啊，同埋個校園有啲特色嘅地方俾你影相，其他應該就唔會俾你入咁嘛，嗰個有管制的話。好，行翻上去。頭先我哋就去賽馬會賽爾校園睇完啦，行翻去應該上主樓第二層啦，應該去。見唔見到個垃圾站啊？寫住浸會大學道垃圾站，即係話咧呢條前邊嗰條咧就大學道啦，佢係繞住呢個浸會大學嘅，而係喺呢個校園之後咧，或者出現咗呢條道路咯，可以咁講啊。呢個福利社啫，哎呀，福利社即係便利店。我仲有咩叫福利社？咩叫便利店？呢個便利店嚟，點解叫福利社？我唔係好明白。落去樓下嗰個草地行下先。嗰啲電梯好快啊！大家如果行都要小心啲。個時光機好撚細個。頭先我哋經過嗰條橋。咁多人喺度影相咧，好得意喎！呢個係中醫吳文正中醫藥臨床研究所。哦，會唔會佢哋喺呢個中醫研究所嘅學生都喺度影相咧？有機會喎。好嘢都行翻上去喎，去主building2樓睇睇。好啦，我哋行翻過去啦，睇下有冇上字樓。哇，好多畢業生，佢哋好開心，恭喜晒，恭喜晒，恭喜你畢業。我哋去個殯儀中心睇睇。哦，唔入得去喎，今日已經係刪咗 post 多用途堂，應該運動場咯，即係羽毛球啊、壁球場咯。好啦，而家個走廊冇咁多人，好多，但係應該有第二層樓去另外地方嘅，因為我去咗打橫，我頭先窩打老道嘅10條右手邊嗰邊未去。好香咖啡啊！呢間咖啡應該好飲。大家有冇機會嚟試下呢間咖啡先？未必啊，可能未必翻轉頭。係咯，個九龍塘啲豪宅啦，而家出太陽影啦。好啦，繼續行啦。但係咁少餐廳得一間咖啡都冇理由嘅喎。
去翻圖書館啦，歐士紅圖書館。總之呢有3個圖書館，舊校有2個，呢度有1個。好啦，我哋睇下上面有冇嘢睇先啊。應該有定有嘢睇嘅。好啦，爬上去。呢度係以前啲咯，應該冇咗噶啦，重建咗之後呢個善行嗰邊。嗰陣時成立大學開幕儀式啦，有啲活動啦，昔日嘅相啦，嗰陣時民歌應該喺大學會堂嗰陣時啦舉行嘅節目啦。1966年啊，參會呢個唔知係咪第一屆畢業咧？1969年畢業師生謝師宴。當時做謝師宴。歌唱比賽啊，嗰陣時有。呢個唔知咩咁多人。上妝活動。嗱，嗰陣時咧，嗰圓形嗰個都唔見咗啦，嗰個前面嗰個圓形變咗，麥近一行過嗰邊都冇，應該係改變咗。呢個係舊嗰個，90年代已經重建。嗱，呢個應該重建咗㗎啦，呢個building已經唔喺度。呢新㗎啦，你睇見冇？新嘅校址都喺度。呢個舊校舍。呢度就走啦。聯合道對面咧，經過天橋咧，都有個校址嘅喎，過去睇睇。應該係呢條路咧就貫穿咧新校址同舊校址。而家啲人咧就去個舊校址啦。咁呢度都有個 building 都係屬於佢哋嘅。呢個咩 building 咧？去睇睇先。好像冇開喎，呢個可能唔係佢嘅啦。唔係咧，唔清楚。翻去新嗰邊仲有上去睇下，冇嘢睇就今日咧就係到此為止啦。呢個係偉德體育中心嚟嘅，不過體育中心咁得意嘅，如果籃球啊、排球嗰啲，就係羽毛球。好啦，今日就去到呢度為止啦，冇其他地方行嘅啦。同埋都好多學生畢業，再一次恭喜佢哋啦。咁就去到為止，拜拜。